后来，这个垦丁的海域，每一年农历的3月23，也就是妈祖生的时阵，山乌拢会放卵，安尼细粒粉红啊色的这个山乌卵，叶片规个海洋，讲水甲，互一寡唱水客拢唔敢来上岸。粉红色的山乌卵浮伫水内，飞少唱水者特别记录这美丽时刻。垦丁旋螺大海域，每当大约伫妈祖生日前后，各种的旋螺拢会集体生卵的景象。垦丁旋螺今年嘛准时伫这2天生卵。大概晚上差不多8点到10点左右，它就会有大量产卵的新卵。唱水教练表示，这内面大约5、6种的旋螺卵，规个大海是充满粉红色的，展现垦丁春天上水的海底风景。整个海域都是卵，有粉红色的，有白色的，都很感动啊。今年天灾对垦丁伤害少，长期近海减少希望啊，甲海底粪扫，生态恢复啊真好。农历3月妈祖生的前后，就是大概都是月圆之后几天的晚上，然后不同物种会选择大概不同的时间会产卵，然后产一段时间这样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珊瑚的那个集体产卵。结合一了各种色水的旋螺卵，替妈祖生日增加几分的光彩。不过欣赏海底星空的时阵，嘛是要搁再提醒唱水客，做伙维护海底生态。